咧即將開始咯喎。咁咧喺我哋頒獎之前咧，首先我有請校長咧，李校長上台先。嗱，一陣間咧我讀晒啲獎項之後咧，我哋先一次過拍獎啊！好，首先咧我哋係會頒發評估3全級考到頭3名同學嘅獎狀嘅。1年級全級第1名12林雲月，第2名12仇雪蘭，第3名1至馬俊森。2年級全級第1名2人黃千瑞，第2名2禮李君榮，第3名2至黃英月。3年級全級第1名3禮林浩朗，第2名3禮杜希月，第3名3日黃詠欣。好，請大家咧一次過俾啲掌聲喺評估3全級攞到頭3名嘅同學，亦都咧請校長同佢哋合照，望住鏡頭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請咧黃千瑞、李君榮、林浩朗、杜希月同埋黃詠欣同學留步啊，要最後上攞嘅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頒發一個好犀利嘅獎喎，呢個咧就係學業成績獎。攞到學業成績獎嘅同學咧，要喺全年嘅平均分咁多科加埋咧，攞到全級頭3名嘅。攞到學業成績獎嘅同學咧，分別有全級第1名啊，1禮黃嘉琳，第2名1禮劉心喬。呢啲同學咧分別咧有一張獎狀啦、書券啦，同埋一個獎座嘅。第3名1至李思樂，2年級全級第1名2人黃千瑞，第2名22梁欣樂。第3名2禮李君榮，3年級全級第1名3禮林浩朗，第2名3禮杜希月，第3名3人黃詠欣。好，請大家呢一次過俾啲掌聲喺全年平均分攞到全級頭3名嘅同學，佢哋攞到學業成績獎嘅。望住鏡頭先。好，請梁欣樂同埋林浩朗同學留步啊，係繼續攞獎嘅。好，接住落嚟，我哋會頒發學科表現優異獎，我哋有4科中英數獎嘅。攞到中文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嘅有1人莫詠賢，22梁欣樂，3禮林浩朗。好，請大家呢一次過俾啲掌聲攞到中文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嘅同學。對住鏡頭先。
繼續頒發英文科嘅，獲得學科表現優異獎英文科嘅有1人黃依晨，2人黃千瑞，3禮吳奕允。好，請大家一次過俾啲掌聲，攞到咧學科表現優異獎英文科嘅同學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繼續頒發數學科嘅獎嘅，數學科1、2黃子明，2中黃偉傑，3人楊子涵。好，請大家咧一次過俾啲掌聲，攞到學科表現優異獎數學科嘅同學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會再頒發咧常識科啦，常識科。咁榮獲咧學科表現優異獎常識科嘅咧有意義盧俊仁，不過俊仁今日冇翻，稍後咧會補翻獎狀俾佢。3禮杜希元。好，請大家咧一次過俾啲掌聲咧，杜希元同學係攞到學科表現優異獎常識科嘅。好，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會係頒發咧傑出表現獎。傑出表現獎係一個大獎嚟嘅喎，係啦，同學咧分別會攞到一張獎狀啦、書券啦，同埋一個咧獎牌嘅。好，獲得傑出表現獎嘅分別有1禮林心柔、1禮董希月、1智歐時、1智李思樂、1智葉向晴、1中陶樂、1中楊子晴、好，請大家一次過俾啲掌聲，攞到傑出表現獎1年級嘅同學。好，我哋咧會繼續頒發傑出表現獎嘅獎項，今次咧會頒發2年級嘅同學啦。2班梁欣樂、2禮黃樂欣。好，請大家咧一次過俾啲掌聲，呢兩位2年級攞到傑出表現獎嘅同學。好，我哋繼續頒發咧傑出表現獎3年級獲獎嘅同學啦。3人莊婉晴、3人黃詠欣、3、2關希月、3禮杜希月、3智周子柔、3中歐海瑩、3
希。好，請大家咧自個俾啲掌聲嘅3年級獲得傑出表現嘅同學。好，接住落嚟咧，我哋係會頒發積極參與天主教活動獎，獲獎嘅有3字馮子希，呢個啫係啦。好，我哋一次過俾啲掌聲俾子希。好，接住落嚟，我哋會頒發生命小挑戰達人，獲獎嘅有1人許燕琪，1人莫詠賢，1人蘇子月，1羅日朗，1禮伍書浩，1致陳安晴，2中黃心宇，2中高子源。好，請大家咧一次過俾啲掌聲，攞到生命小達人獎項嘅同學。好，請高子源同學留步。中文科街區閱讀空間榮獲校內最優秀學生獎同埋校內最傑出學生獎，呢2位同學咧分別會有2張獎狀嘅。金獎分別有3人黃詠欣，銀獎嘅有2中高子源，校內最傑出學生獎銅獎有2禮曾子晴。好，請大家咧一次過俾啲掌聲，攞到中文科街區閱讀空間獎項嘅同學。好，接住落嚟咧，我哋頒發數學科嘅獎項啊！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6香港賽區1等獎，華南賽區特等獎，全國總決賽1等獎，獲獎嘅同學有22梁欣樂。香港賽區3等獎，獲獎嘅有2人梁海雄。32關希聯。好，請大家咧一次過俾啲掌聲呢3位獲獎嘅同學。叮當叮當，我哋要安靜。好，請梁欣樂同學留步喎，因為仲有好多獎去攞喎。梁欣樂同學同時獲得202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杯金獎，202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金獎，2026數學思維激鬥2年級香港區個人賽冠軍，2年級大灣區個人賽冠軍，係屬於22班梁欣樂同學。我俾個大力啲掌聲好嘛？好犀利啊！梁欣樂同學喺數學方面表現非常出色。好，叮當叮當，叮當叮當。好，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會頒發音樂科嘅獎項。聯校音樂大賽2026，本校咧獲得合唱團初級組銀獎，
請三中沈萬君同埋二至黃欣月同學代表領獎。好，請大家呢一次過俾啲掌聲，我哋合唱團初級組嘅同學。聯校音樂大賽2026，本校呢亦都獲得中國鼓初級組銀獎。請三人班麥子源、32張希兒同學代表領獎。好，請大家呢一次過俾啲掌聲呢，本校中國鼓初級組嘅同學。好，跟住呢，我哋會頒發舞蹈嘅獎項嘅喎。第62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獲得優等獎嘅有32曾雅婷同埋3至劉思妍。好，請呢大家俾啲掌聲，呢兩位喺舞蹈節攞到獎嘅同學。好，今次唔係同學攞獎喎，好似係老師攞獎喎。好啦，聽下我哋攞咩獎先？2025至2026年度中華經典名句全港中小學網上遊戲，本校我哋學校呢係獲得18區最踴躍參與嘅學校獎，觀塘區。係啦，咁佢分別咧攞到獎狀同埋獎杯嘅。我哋咧有請咧蔡子南老師啦，同埋曾雅君老師咧代表領獎。俾啲掌聲你哋自己喎，因為我哋本校攞到咧最踴躍參與獎。